哦，台这高才是红，评审区吗？牛吗？烤大肠没有酸味。用心炒台葱，美已经会尬算死啊！哦，对吼，哦对啊吼。，用心拿回去算你啦。成绩其實吼，其實假真版的形象哎呦，哦。硬上，係啊。对，就是要吃橡皮筋才对。没有开玩笑。当然不能薄先信口味啦。哦，哎，你跟他们是好朋友呢。而且你們發現，哎，你也是懂講。你說衣服嗎？不是，菜。天蟲的西野產水站，這類主場昆餅，超會主場卡走。哦，有可能。對不對？一时的竹筒冰烟台中还冲。姐姐是冻辣的，她是什么不用按辣啦？因为我不是辣妹。哎要不是今天太冷哦，他才不会穿那么多嘞。对啊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樹坤，一家之主，台中白橋。今日呢，你來到呀嘅素材，所以天快來哦。哎，屏東長治鄉嘅呀嘅新潭頭，其實咯，你嘅素材對呀2年底度啊，係本太之家十分了解。做乜嘅呢？因為6對300年嘅發通啊，呢啲都高品體系度當精彩發通哦。係啊，譬如講客家攀法啦，還有客家菜式嘅燈籠啊，還有客家嘅藍染哦，都兩片全去舉辦。糖果啊，天公還有發通哦。沒錯，家博千更多嘅係呀嘅手作嘅部分，其實呢祭典上，還加有周邊像運動會啊，非常係講係將參加過呀嘅藝運動會嗎？嘅音樂會啊，哈，6堆之夜嘛。對，非常非常熱鬧。最主要呢就係講對高品體系來出發，本世界看到台灣嘅客家。冇錯。好，馬上呢就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俊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阿炳哥好，大家嚟分享到係青牛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阿鳳哥好。好，咁歡喜哦，因為呢，我們真的是整個團隊一起來到這裡。哎呀，動有冇喺度拼動的呢？沒有希望講今天2位廚師哦，沒有厚厚的人出太菜。那在地的鄉親朋友們 ，Q 好了拼手坤呐。張好人呢，分享到我哋組哦，他們是那個堂姐妹，分享到嘅係玉成記、老段儀記，歡迎。歡迎，排隊不是排隊。聽聽你好，聽聽好，來。看到帥哥不用去。該不會是要你去簽吧？不要，先不要。你看一下咱水里鴉片哦，可能未當排隊咯吼。記得用晒攞一隻衝擊嘅表姊妹哦，記得係芳春妹佬趙錦基阿姐，歡迎。哎呦！大家好，你用啥係？有姐妹。哎呦，做到凍槍誒！姐妹裝。是宋爆鸞吧？哈。沒啦。連髮型都凍槍。係啊。好了，其實呢，今日有來看到一個片段詳情，還有播請凍槍啦。好好來了解一下，因為在你的美食或者是遊玩地圖裡面，對高屏地區應該係認識較少吧？係啊，冇乜人熟悉啦，哈。來問一下，兩位姐姐係來自女僕嘅嘛？哈。也特別有推薦嘛個好教好食好料嘅老太茶講一下。哦，有一個客家文化哦，有一個客家文化中心係冇？那嗰地都有嘛個啊？嗰度料有高水嘅。哦，真嘅，都延期地都就錯嘅。係文物學看。哦，客家文化延期啦，來到呀女僕嘅時候，做得起呀嘅客家文化延期都要特別來去看呐。係啊，推薦一下經典之後哈，哎呦，好吃的來一點好不好？來，糖講衝擊兩片哦，又見點凍河旋，我推薦一下。哦，哎呀，像係衝擊哈，的誒有一個柴燒麵，嘅凍河旋東西高麗菜脯，用一香蔥酥安去煮起來，非常香，非常好食。有田園，或者咧學成員咧塗成員咧魚料，做咧玩遊戲、喝咖啡都有。以後嘅所在，歡迎大家哦，來啊品嘗一年衝擊嘅好味道。來到屏東啊，除了就好搞素材哦，做咧了解一下客家文化哈。除了安樣哦，還做咧學到凍河式嘅麵哦。對啊，菜天呢是青島東西，後本都要特別老料，好好嘅炒下來試一下。唔過三下來呢就開始比賽嘅，馬上嚟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鳳玉蛋，兩廚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沙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喺呢之前，唔哋會觸到物界食材嘅情況底下，
凉水會容易太緊張亂粉粉末，還有涼水冒出到嘅色彩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乜嘅想唔到嘅料理呢？最刺激、最神奇嘅比賽馬上開始了！今日呢，來到W9嘅料理風流店，今日菜色係乜嘅？今日做嘅豬蔥炒薑絲，豬蔥炒薑絲。好，今日有份乜嘅？問薑絲啊！哎呦，所以其他口目嘅台窗，那就不是豬蔥炒薑絲啊。係啊，哦。好啦，應該怕啦。好 ，OK，因為地雷有可能是他抽到。哎呀，對。好，馬上我來猜拳。按馬上，好，等一記了哈。點頭三跳步。哦，挺緊張的，但是現場呢，冇聽出會寫錯檔。好，你要選哪一個？我選姐姐，我們没關係，你做主就好，做主好口味。就這個。抖散嗎？好， 1、2、3，馬蓋。牛蒡，炒台牛蒡炒大腸沒有酸味，謝謝。我笑太大聲了嗎？用線炒台窗咪係因為加蒜絲啊。哦，對哈對啊， ，OK。用線台咪就蒜米啦。還有啦，給你們打生八股啦。雖然說純抹雞黑我的粉絲，但是我沒法救等下他。炒生八股就得。哦，好，好，那好，那好。好，端英姐，你現在兩隻蛋的地位度哦，有一隻係薑絲，1/2。你敢數一下哪隻係薑絲？有嗎？哪隻？啊，要瞄一下，瞄一下。你今天穿紅色。對。我穿紅色的，紅色的好哈，紅，而且他還畫紅色的眼影。好，好。 1、2、3。紅色的，這個不錯啊。其實因為佢本身這個不錯，蒜香誒。因為從已經變摩地咧，感覺。摩地雷嘛。係啊，阿姐，我老你講吼，最可惜嘅雞龍沙啦，你看，俺會煮出來，今日還會炒薑絲。對啊，我就看你呀，就這編出嘛了。好啦，今日係馬上來負責。你啊，好了，1、2、3。哦，來一人一根來。好，謝謝。好下去。就炒豬腸就好，盤子炒盤的啊。好了。哎，沒有人有異議，是不是？哎，對，也沒有人講。一致通過。好啦，華南，我們品讀嘅詳情係憑實力的，煮到嘛都冇相關，對不對？好，花梅豆糕馬上來金好踢一館嘅挑戰。好，時間馬上又到咗來吼，你看到呢，一下個個都廚到自家嘅食材嘅，來門看下家到草班木哦、水木哦，應該係準備好嘅啦吼。風吹嘅鹹水炸，你哋有信心冇？有。咱們等下比賽吼，雖然手都係牛棒啦吼，有信心冇？有。我覺得比較小聲誒。小聲。但是他們堅定，拉得很深，這樣子。好啦，利用組隊已經準備好些，我們也不用問你了啦，哈，你要讓出來嗎？再問一次嗎？好，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走咯。段英姐。有。哦，一組場一係要先整好嘅嘛。10個誒，都有10個，梗係付先準備咯。好，給大家用整劑，嗨。我看你去拿這樣，應該還去到個另狗的時間，你們有討論過，怎麼樣把它弄得還好巧用細孔容？那個薑絲怎麼把它做得像一點？切絲。哦，另狗細。不過等下炒嘅時間唔會斷開的。唔會。用整劑。不是，應該唔會團體，就切悠悠一條一條，我們跟薑絲一樣大，唔好按照標，因為這個不能編。對對對，其實我們的標。段英姐佢吼，其實家政版的欣賞哦。哎呦，欣賞。係啊。謝謝。我以前農會嘅家政指導員啦。很厲害哦。我強下切嗎？強下切啦。好啊。切悠悠啊呢。但是我想問一下，因為令狗含有着，我覺得算先天優勢，所以講看令狗的皮果皮，果皮要利用嗎？不用，果皮不要吧，因為口感冇通用。我們剛才討論過誒。安夜令狗買個西這個不用落去啊。我好時間。
哦，你看哦，专业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先切台葱嘞？哦，葱，哎呀，哎，台台葱，台葱，太葱啊，太葱切那。蒜头啊，没做得先切的，因为等一下我先表用嘛哈。哎，那竹虫你前不会很有人处理耶？我通常是用盐锅跟你柠檬，哦，雷梦甜盐渣呢？渣啊，嗯，好多个啊，多多啊，中枪来，哦，中枪来嘿，按当变过来，洗啊个会地波的，两面都会洗。两面都洗，当么有米洗哦。各位咧，都用怎样用诶？冇，我哋客人啊吼，通常洗枪的吼，切，按都按来炒啊吼，不脆啦。对，这种我觉得炒大肠哦，听说会切口感下好，好食哈。阿姐，先帮你准备一下，我枸杞款冷水。等一下我都进来哦。哦，凉沙阿姐，其實呢度高雄到屏東東南的款都就講海風嘅朋友咧。係啊，當親切哈。為什麼？喺度大澳米啊，專門講魚肉啊。哦，加過來，喺隔離屏東是人煙呢。嫁過來啦，咩遷徙？係，唔是遷徙。好，應該還會講嘛該？一定要表香料什麼哈，來先炒了。這個是什麼？酸菜。哦，你們是不是快好了？我們的進度很快呢。我們進度很但是我快。們問個重點好了，好不好？因為剛好手到跟牛蒡嘅時節咯。你哋涼沙就討論過牛蒡處理嗎？我就用炒的啊。那薑絲就買正炒嗎？正炒薑絲是下香啦，哦，因為今日冇用薑絲，用蒜菜又加個有薑的辣味，有蒜味安尼啦。可是兩個蒜米、蛋槍吧、蒜菜、安用咁樣有辣。可能還有加蒜絲哦。講啲蒜絲，因為痔瘡炒蒜絲，我哋冇用過，用啲蒜絲落去，味道下好啦。味道下好。味道下好，加一點水。加點水。我們加一點水。牛蒡有個風味啊哈。牛蒡基本上係冇買梅絲咧。牛蒡冇買梅絲，因為有蒜絲的梅絲，啊，有剛才蒜菜啊。哦，一香哦，米頭就出來。有哦。哦，味道出來了哈。味道出來，都出來。因為痔瘡係屬有糖果的哈，糖果，因為唔是炒暗椒，炒糖椒為糖潤，哦，食起來為安尼，仲因那個橡皮筋啊，又唔涼啊。對，就是要吃橡皮筋才對。而且你們發現，劣勢東強。你說衣服嗎？不是，菜。先從那西葉產水站，這類竹蟲混併，才會竹蟲那種。有講對不對？一時竹蟲冰，一台中還衝。炒糖椒為糖潤，食起來為安尼。就橡皮筋啊，又唔涼啊！對，就是要吃橡皮筋才對。沒有開玩笑，對好涼。直接吃。哦，但係本來保鮮適合的啦。哦，你跟他們是好朋友呢？跟他好朋友，我今天還剛認識的呢。姓周嘅呢，姓周嘅。他姓周歐米嘅呀，係啊。好，哎，那個台加點水下去，台窗你要加表的。水加了呢，加下大腸下去。好，朱美姐夫妻共吹耶，讓我想到。好，不用滴水的。主廚可以，我們要現在加什麼？加點水嗎？我要主廚求救啊，來啊！求救來！加點幫我們調料啊！這樣子要救哦，加油！要救！加油啊！哦，要通關密語，你用啥向下講來？出事天數愛向下講。出事天數。我是天數馬莎。天數愛啊，主廚天數愛。先馬莎。像七師傅啊。七師傅。哦。謝夢怡。應該他總係很調味，很有慢調味。謝夢怡，你不是要請他做嗎？以西可以西。好，主廚來哈，挑出口味米頭啊呢。他有給你壓力，你聽得出來哈？有。一毛左。不。哎，又加蒜絲，我加湯加蒜絲，加啲湯麼？還是哦，哦，胡椒粉。哎，你 B B 又哦，他得撈胡椒粉哦。朱美姐冷靜，他已經快，他很緊張。你就走。啊，胡椒粉。其實等下炒的時間唔是用水啦，你要用醋時候咧。你水用你嘅香味含出來，所以你等下行個切梅頭的時間，你行個用醋試它的味道。啊，水面好嘅時候可以先蔥。哦，見面要合到。啊，時間會到咧。三、2、1，等下切梅頭。唔切就好啦。唔愛切時候，
我時間到咧，有時間到位啊，好。蒜梅一聽哦，又辣哦。哦，蒜梅一挺愛的。該不會是要上菜了吧？那好了，我們的最後幾秒鐘，大家都看一下，我們很少女的刀子。哦，我跟你講，你這個帶來，民主會帶一記刀轉移嘞，他很喜歡這個顏色。這樣子哦，你看我身上，沒有就再送刀。我們那邊快要那個，快點啦！好。哎呦，幾日除10天數嘛？哦，我嘛，唔都是，都是，我在弄白嚟炒。哦，都得啦，都得啦。凍好。哦，段英記懂厲害哦。段英記照炒啊。他煮菜的資歷有幾多年呢？好多年了哦，好多年，有50年了哦。都比你們年紀大，等一下好好評分哦。哦，令狗先落去的哈。當然會吃看那米頭冇蒜汁加油啦哦。呀了，好了。我覺得蒜汁蠻加哈。嗯。最後再加吧。我加是水。水這邊也要加水。我加幾多位啊？好了嗎？你共停哦。好。其實那個令狗嘎子不給煨煮一下哈，它的甜味會出來，可是它的脆度就會沒有。可是它會有果膠啊，它有果膠。哦。所以我不給煨一下嗎？可以啊。哎呦，它好油哦。等一記 ，Andy 也喜歡吃一定有加油辣哦。人家就吃到酸就興奮了。那就是豬腸炒東西。吃都差不多起鍋的時候哈加。哦，該蒜梅怎麼會嚼它啦？哈，哦，真的是有經驗呢。很厲害，而且你們發現 Andy 也是懂香。你說衣服嗎？不是，菜。太送的醬香的醬色。好，差不多可以起鍋咯。好，那你就來倒數咯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嚟吃看那體育館有個豬腸炒薑絲，咱不卡卡針到咧。哇！哦，冇想到吧？竟然呢，來啊！豬腸炒薑絲，做得用冇可愛東西來做變化，現在吃風吹用令狗加落去啲度誒，好，一起來品嘗咯。咁啊，令狗落去呢，清對面呢。因為呢，就像博前講的，含出來酸，如果酸吃落去，這樣會甜你的胃口。不過呢，這些令狗哦，它是甜的，咁所以你會講大家種酸味之後較穩步調誒。它取得記得該蛀蟲哦，放落去個時間哦，沒有很急的放水，所以又煸到該香味，口感又保留到非常好食。而且令狗啊，加熱之後，那個果酸味會走出來，不是有一些甜酸呢。好，用這記你吃到嘞？很好吃，怪好吃。其實哦，咱擺迄個木卡薑絲啦，直接令狗較多，把做個用對代替。好，段英記也是你主廚哦，做牛板。我知道好食，有蘋果哈，都有個薑絲啊哈，蓋好。裡面薑絲哈，安尼一般裝片哦，個唔好吃薑貴辣。哦，啊牛就唔愛。啊有蘋果味蓋好吃，又個有營養。有道理哦。係啊，你兩隻街下講過一個書姐吼，我們出門阿姐吼，迫不及待想來發表一個感言呢嘛。係啊，是講，唔是用令狗安尼來入菜，安尼就個令狗炒安尼是真好食啊，很驚訝的口感安尼啦，係啊，真好。無論令狗也係台窗圈都好食，台窗味當叫入味，酸菜安尼，真好食，真好食哈。小哥問一下運基的阿姐，你覺得他們做得如何？因為加了令狗下去，也是一個巧思哈。令狗平常時都有在入菜，所以感覺上很棒，謝謝。哦，你剛才講平常時去入菜哦，你做埋料理用令狗啊？咖喱。哦，咖喱，對，咖喱，咖喱咪做得用令狗。哦，懂水通好。唔是看過就大概台窗呢，冇看過啦。但我跟你講，沒看過，還有嘛個牛蒡口味，大家聽說冇食過，日日都食。好，我試看哦。牛蒡食起來有啲像個竹筍嘅口感，但咬落去嘅時節咯，唔但像食到嘅蒜絲嘅蒜味哦，還有啲甜味走出來。
我觉得嘎牛蒡蛮好的，其实呢，老姜是有一些像姜是是不辣，不过呢，最主要还中和一下改给酸味，跟令狗也有蛮像的那一种效果啊呢。好，你知道牛蒡？味道很独特，不错，好吃。好吃啊！你总是会做牛蒡的料理吗？煮汤较多啊吼，然后白妹做安用吃做可能。对，还不错。对，你欣赏，嘎真版的欣赏哦。你知道安用做好吗？牛蒡，我知道牛蒡啊哈。我先冰下东西煮个面些。哦，它做得要冰。装逼啊哈，当时的咯，牙口不好。最好是。有偷的，洋人知道，真好吃。哦，你探看一下咱水里鸦片哦，老自家来讲看。牛蒡，之前不是试过用安用炒，专门做凉拌。今必须都安用炒，我又学到了一道菜。你探看一下，真是阿姐。啊，牛蒡溜里啊，冻湿、冻香、冻甜，嘿，很好吃。一个很新鲜的一个发现，你是不是在拍广告啊？真的很好吃，很建议大家在家里试。而且摆看到攞一邊哦，歡迎我口感嘅師姐喺找鏡頭咧，真緊就好食啦。因為家下去到該牛蒡嘅師姐哦，去到可能係地獄食材，我店度做出來就天堂的口感哦。等下就來看一下兩位師傅嘅牛蒡來評分咯。好，今早的時間呢，馬上就到了兩關哦，竹蟲炒姜絲，雖然都沒錯姜絲，不過比嘅係創意老後面是，現在請準炳師傅搶分數。好，風吹一分。好，唔怕，再過來看一下阿峰哥搶分數。哦，是這關的偏數哦。準炳師傅搶公平。其實兩片春摸手到了嘅姜媽啊，哦，有一片用了嘅令狗啊，一片用了嘅牛蒡。一片放了，還有另個也叫用啲調油，呢度增加嘅有鹹，會推出嘅甜味啊，酸甜嘅味道。好了，片子正差到一啲醬香嘅啦，讓因嘅味道啲啦。其實兩片仲有更加好切解嘅燒味，切解味道。剛才講兩片都冇手到該姜媽嘅時節，我覺得有點幸災樂禍的感覺。好啦，阿峰哥朋友來講片咯。其實啊，咪東南片啊，兩片都做到當好啦。啱啱想我係講吼，佢個鹹菜嘅部分，因為兩片係炒到下邊一點啊，兩片可能炒磨飯油啦，是正常的，因為當時鹹菜可能冇水稍微沖下水啦，哦，過鹹一點點嘅甜啦，吼。其實兩片都做到當好啦，希望感謝。好的，睇下會發現到哦，那師傅啊，來到南部的品牌世界，講法是變得很謙卑呢。對，很謙卑啊。他一邊講話還會頭低下來呢。因為南部的熬年全部懂厲害。一畢業第一關，馬上就看一下準炳師傅炒下真嘅呢竹蟲炒姜絲，用嚟做變化。哇！你準炳師傅啊，我就看咯，主要嘅竹蟲炒姜絲，係咱講這麼緊張的嘛？係啊。天長嘅事業產水咋？這類竹蟲可比炒嘅竹蟲較多。有可能。對不對？一時的竹蟲比你台蔥還衝。全部是懂得咧。這條村到也強龍，但是我嘅後母強龍是咧點啊？嫩姜，因為用嫩姜，嫩姜，因為因為用老姜，但是老姜會可能係好辣，有好醋。嫩姜是咧係講起來是咧好食，但是所以你嘅辣椒可能你嘅辣度加甜，聽講你可能冇去籽，我愛冇是按辣子的去籽，好咧。放的時間也有關係。嘿，放的時間沒有關係。哦，去頭去尾。嘿，你哋要神奇吧？哦。家下梁祝切辣椒放些冇強用哦。係啊。大師級嘅都用啊。因為你我們都沒氣質。自家姐姐是凍辣的，我哋是冇不用按辣啦。我吃辣妹啊。這邊怎麼這麼多粉絲？評審啊！哦，太高了。還是評審區嗎？櫻花香。哦，這個好好哦。要不是今天太冷哦，他才不會穿那麼多嘞。對啊，不然會穿什麼？運動哪有冷的了？平常他都穿比基尼。對。真的。真的。哎呦，因為我們打參巴骨啊。請問老師，那個紙為什麼不要用？不會太辣，不會那麼辣。不會太辣，因為你們已經夠辣了。對，不用再辣。
哎呦，我卡豆哦，卡豆切给它酱，对啦，然后再给它酱哦，酱。哦，等下我想问一下吼，就是讲驻冲哦，台冲哦，老金农强力吼，其实动都有方法哦。昨天教一下观众朋友讲吼，有哪一些比较偏离的方法，昨天豆腐下做哦。都不做大家可能用咧面粉，伊来去边角来用面粉去洗，冇洗咧用因为用咧可乐，吼，面粉还来去弄去洗墙样因。哎，该下吼两组我去到该喊出又到喊哦，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到短时间哦？所以你啊真的是小个烧水哦，烧水还是。从伊有烫过的，应该时间好加是真烧水，变真烧水下，安尼后边喊得下加。喊得。喊袂按喊。哦，喊袂按喊啊。你客家妈妈来讲，你时常应该吼，自家村会做个咸菜吼。有，会做咸菜啊？有。咸菜有做过。有做过。有哈。你这个中海干的鸡菜呀？这个中，这个做。哦。这个都嫩姜比较好哈。哎呀，嫩姜。嫩姜下刚刚还有。用老姜嘛是的醋，也比较纤维好醋啦。系啊，纤维好醋安尼。美味好辣那样因。我觉得竹虫炒芎实啊，芎实真运动葱油。我自己觉得。就是该下两组哦，其实冻好选，不过小的种木头就觉得很黑，对。冇姜嘛，也不一样，冇姜丝哎。这也不能怪我们参赛者。没有，你看他什么都不讲话我们都是受害者，这些加害者都在前面。哎，你就发现哦，今年你的现场观众粉丝很多嘞。对，这边怎么这么多粉丝？评审哦，这还是评审区吗？摇滚区哎，冻金重哎。好。係來切咧杜蟲啊，唔記得要處理過，要先燙過咧。要燙過。誒切應該專門跳切嘅棍刀樣。棍刀先係啊，棍刀先。你做得落大家講一下，做乜嘅切三角形啊？伊咧是咧含誒按圓好咬，係好咬樣嘅。哦，啊皮了全皮好咧。係，你而家你咧杜蟲要處理過咧，炒嘅時間仲咧長久，你長久驚咪長落睇睇，長落硬，所以我係撈。挑梅醬料表，直接不用咧杜蟲咧咯。哦，等下去炒的時候咧，等下的時候，米酒，杜好味基本要去腥咬人，哦，米酒去腥味，蒜絲，哦，要蒜絲哦，就掉起來地位杜好。這裡啊，比較是炒的時候咧，用美白行業妹啊。這個就是端英姐最愛的上色，對上色，湯味直接倒了到。100坤度哎，好厲害哦！繼續凍上虛件呢？對啊。那其實這樣可以吃了，對不對？涼拌呢？對啊，加10毫咧啊。微波一下就好。你看摩嘎油哦，沒有摩嘎油哦，還沒有加油。因為這鹹菜有一點水分，因為咧跳先來炒燥咧。所以應該講買個東西有先冰落去凍蟲咗喎。你看兩下長加油哦，現在炒香。加油，他把那個水汽先給逼走了，因為跳應該要進水咧，要進水。所以就喺水氣哦，咁啊入走。冰兩片哦，斷進下這款豆啦。哦，謝謝。我做乜本料帶冰啊？一般，我伊係先白香，跳用伊料冇加嘅薑，咁嘛所以冇白香冇加香味，一片愛先落去一拌落去白香。因為白香兩下煮嘅這叫做好軟嘅，哦，然後一邊水面上下去，係自己切嘅嘛，哦，就兩種，層次感啊，那個。我是用老薑就係先白，嫩薑就係袂白，因為老薑主要係叫香味，係因為好辣，那意思就要煮好軟掉。很多小細節哈，要問問天未做得問。你們煮這個台蔥炒薑絲，就先按用。滷一下個台蔥豆，冇呢，我先直接按去炒嘅呢。我想係啊，先上按功夫，按去胡椒粉，應該啲胡椒粉係清嘅香味是冇冰落去。哦，好，有，用下嘢啊。哦，哇！安尼拉一下就好誒。拉一下樣時候咧，看有加蒜子梅，有油梅。香港因為佢家下切係三角形哦，所以個人凍好看。係啊。好，你準備下來。哎，有沒有聞到那種愛豬腸的人的味道？有，豬腸面，那個薑味哈，你看。其實東東嗰個原來都退慢，唔敢食唔敢食到，大概100哈。
这样不用加醋了吗？最后啊，呛一下。伊个迄个煮下个蒜梅就椒，睇嚟水梅就冰一下，用油。层次真的很重要。好。哦哟，最后呛的那个蒜梅就出来。厉害！哇！师傅真的果然厉害。那个辣椒到葱儿还水木长在表，你看它的颜色都还在。对，好厉害，颜色不一样就是。怎么一个这么经典料理，就是东亚省红空豆按摩 Q 用哎。这个关于咧冻简单，但是很多小技巧哈。对。好，第二道本下間講豬葱炒薑絲，按鈕就好食咯。师傅哦，佢煮的那个猪肠炒薑絲，上下耳講都有名啦。今日就來到下講了特別嘅煮本太茶室，來吃吃看哦。來，師傅果然係師傅。嘅豬腸哦，煮起來就係按用保持嘅斜圖，韓國吼，嘅薑絲哦，佢竟然係香嘅，蒜梅咪獨好。重點是吼，既然薑麻絲啊，吼薑絲都有層次，然後豬腸呢也的米頭又夾到嘟好。而且还有一件事情，它的这个菜颜非常漂亮，颜值很高，很一致这样。然后是牛仔自己吃了嘞，非常好吃。你家会煮猪肠炒薑絲嗎？抹豬膏，抹豬膏，好食哈，好食，謝謝。端音老師，你知道嘞？嗰好食，嘿，嗰好食。沒話講，嗰夾米哈。哦，咱水里阿片哦，食到非常強烈哦。出門啊，真知道嘞。哦，好食，薑絲很軟，哦，有香氣，桂香當好食，豬腸又切到按醬，哦，真是當好食，老師都冇強用做錯嘅。早個都問一下俊基阿姐。哇，太棒了，色香味俱全，我跟主廚的料理吃光光。很好吃，謝謝，謝謝。業廣告強嘅，係啊。我盡量問一下哦，專業嘅品評哦，西師傅嘅想法哦，讓觀眾朋友們分享一下。最主要也有啊，佢嘅切法一絲一絲，哈，啊，佢嘅台蔥調味過程當中，一層一層的層次摸孔哦，吃到嘴巴裡面僅僅有層次感。你覺得誰比較厲害？佢。哎呦，哇！因為根本佢炒嘅啊。哦。好，正經係東山的豬腸炒薑絲，係你係今年最經典嘅料理哦。唔過呢，前輩一畢業，馬上就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窮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歲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。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好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哦，亞冠嘅無窮用，合乎係個南部嘅主題。係啊，上擺唔係來到高雄嘅時節咯。食到乜嘅木瓜板啊，我覺得好像南部嘅客家美食，然後北部嘅冇乜窮用呢。真嘅，而且到南部嘅米色啦，是你在北部後，就算怎麼樣叫外送都很唔到嘅哦。不錯呢，今天Andy來挑戰嘅就是菜題，你要拿出去給它笨蛋來。哎呦，食菜6堆。哇！對，整個6堆嘅美食有哪啲咧？太多了，因為6堆就包含了東道嘅素菜。係啊。都說50味素有50味素，我們先聽聽內埔的。好，食菜6堆。好，請問一下，你風吹鹹水炸，呢個題目你一定要帶來菜色係乜嘅？海鮮飯堂。上下頭擺一道做些啊，我做落來師傅。哦，按熟成的是改喎，我改做來，槍改當然啦。錯，當然10點要倒去，按我哋都家家做安尼飯堂嗬，去補充一定的體力。我槍人開起哦，開起甜口嘅補充下體力的。哇，飯堂哦，真係10分的好食，因為重點啲都有海鮮，當起案呢有新型冇，有加油咯！
好，该片系内铺嘛吼，啊我们这边是长治的哦。老台冲煮肉嘛该吼，铁山啊，做啲老台家讲，今日要做嘅菜苗按到嘛该。哦，他今日要做的是种吉祥原体板条，农村嘛，哦，要熟煮的，用结的，哦，就要用猪腳來做菜，啊用結的來用嚟做醃來炒板條。哦，那種激醬的激哦，嘿，激醬的結的，嘿，啊，不過做乜嘅會選豬腳啊？農村的人客家人當生，食一炒滷過的啊，下邊是天炒咧食就下輩，還有經過用破過，豬腳用破過，香味就當好。等一下嘅比賽係最尾一關哦，我問你兩沙講吼，要信心冇？要，動厲害。其實哦，來到南部真有沒有吃到豬腳？就看到滿滿嘅道邊先鋒對嘅道邊。好，很期待都是猜題色彩六隊嘅最最嘅題色。鼓手呢，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走咯。誒，做乜嘅有先加油啊？嘿，我先炒。哦，炒香料饼，樱花香。哦，這個好好哦。要跟着炒，好啦，我們聽數哈。香菇應用滿鐵，而且是搶高一下做下嘅飯桶啊，吼。而係將梅芎用冇？梅啊，吼，都料嘅個少啦，飯桶啊，吼，都有料理。哦，這個。哇哦，你這邊的紅蘿蔔是有給它燙離子夾，是不是？我昨天晚上很用心的把它燙下去了。你都好快哦。哦，這個，老師，這個，哦，多謝你嗨啊！唔是借的，拿擺，你排擠他，拿擺，這個魚要怎麼切？哎，我們嗰個管油切切哦，這個是什麼？哎，等一下，他自己做的紅蔥頭，給你，好了，自己做的紅蔥頭，自己做的紅蔥頭，那厲害哦，一般種呢很香哦。哦，真的好香哦。一下魚嘅香氣是噴出來咧。弄對麼啦？係叫炒嗎？係黃煙炒。好，好哦。好賣哦。好，是好賣的。姐姐，你也要注意一下。剛剛我們的玉珍姐問你這個怎麼切啊？你一直看那邊。好要切這樣。哇，好厲害哦。哦，切就顆的。對啦，那就先口改片好嗎？會麻煩。我可能走不了哎。走不了。接受，要回答。接受。嘿，還是你接手。正要回答他的魚丸。接手啊，你接手。魚丸有。啊，那麼過去我接手。他正要回答他的魚丸。沒有你們的工作了。沒有你們的工作了。那個湯底啊。哦。我們先過去好了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謝謝。真有，啊，你都好。先到大家講一下吼，呢度嘅豬腳就蠻厲害。因為因客家人嘛，吼，我都有講過，生因為豬腳一餐食過嚟，因為滷過是天餐食為味。哦，按着當生唔盤得，因哋有要用個破過，破過嘅香氣啊，當香，食起來咪當好食，安尼。所以兩位師傅就食過用破過嘅豬腳嗎？有啊。有吼，我先滷過長落去破吼，該口味哦。還入味，好好選，哎，有入味。啊，我們這邊的配菜也是很豐富的哦。啊，你這邊的紅蘿蔔是有給它燙離子夾，是不是？我昨天晚上很用心的把它燙下去了。我看我也要在那邊。因為我美美，我的菜色也要美美啦。然後大家講，因為家下講，提隻紅最厲害係豬腳，天二紅就係個吉醬。吉醬，嘿，吉醬。為什麼這個會跟這個是好朋友嘞？6堆我們在推廣我們的荊棘種植的面積，我要這樣演。非常的廣哈，分布在我們的崙上還有德協地區。這道菜也太豐富了吧？哎呀，你給它敷叫敷內嘛意思，讓我們增加它的香氣。哎，增加它的香氣，我就一點就好了。好，我就是可以我把我的板條給放下來，發這樣幾醬。豬腳沒有不用落去嗎？冇豬腳冇不用落去，冇不用。啊，冇事先幫你準備一下好嘞，我還要等一下，先看風水好嘞。好。大英記，先老同住後將老飯夾落去係嗎？哦。嗰樣跟香椿，你都好快哦。因為俺澎湃吼，家下冇看到啊，然後大家講一下，呢部嘅青菜啊，然後海產總共就來到。
虱目鱼、虱目鱼，还有都汉呢，还有的哦，樱花虾，天花板哦，樱花虾都介绍的啦。抢吹有哪地哦？我都不用跟的呀，小白菜。但是你的饭不是倒到碗里吗？哦，是要倒落去桶弄才会热啊。哦，放下去就可以了。所以它会不用穷下哦。演习哎，客家经典嘿，哦，有还有胡椒，差不多的哈。嘿，最后才放这样。好了，不用那个，去吹了哈。还有嘞。演习。哇，佢冰冻是冻好卖。大哥来嘞。胡椒，它好大气。对，来，姐姐来，胡椒好，胡椒。哎，这是6堆精神吗？为什么？不是。好，那我们先。怕大家吃不够。当那是怕汤太多。哦，根本也很澎湃哦，该片是盘，两片是板条。姐姐要不要拿那个来夹猪脚了？我先把板条用起来。好啦，应该差不多来倒数喽。好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吃看，那要最杯面一罐咯。食材6堆，哪部卡菜题咧？哦，你啊最杯面一罐呢，你按到食材6堆，真嘅係挺澎湃嘅。先对嘅你风吹作为那个饭汤，同我来吃吃看呐。好，好鲜甜哦，好鲜甜哈。然後正經是食得到嗰種海鮮嘅詞以外，最主要係用客家人嘅湯頭。那個湯頭就像你食嘅拌鹽㗎嚇。錯。湯頭嘅味道，啊唔過家人南部嘅鐵石就會賣點麼？乜嘅？海板。哦。我剛才他切那香菇，我以為是鮑魚嘅。哦。鬼太腿。還有個那個虱目魚咩嘿？真嘅。那個客家精神哦，展現到凍河呢，個香脆、輕脆哈，唔講英雪的。整把下去嘞，那很好吃。有整雞，好食冇？好食哈。段英姐，真嘅都好食。呀，米頭係你媽媽傳下來呀，菜體專用米頭。大部分祖先傳下來嘅。如果你全世石頭胎，有冇啦？哎呦，有骨和樹洞啊！骨和樹洞家長識到。骨和啊，冇都絲田嘢呀。古時候你唔但唱係食好米絲甜甜咯，主要係食呀背後嘅好故事，太天然嘅一種用勞力揾得一條好成塊一條故事啊！係啊，真經非常好食咯，阿姐。好，咱對阿姐哦，未來เรา記得來評價一下，這個盤湯哦，有好食冇？好食啊！叫唔識食到客家人嘅飯湯，哦，做煮味當好食，好懷念哦。我來幫阿姐夠強哦。今日是強力的哦。啊，俊家阿姐咧，你自己有做過盤湯嗎？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。那我要強調的就是說，它是現代版的飯湯。我覺得它除了有古早味，其實它加了那種鮮甜，是現代版的飯湯。謝謝。哎呀，你們自己應該都有做過飯湯吧？哈。可是我做唔出兩個米頭啊。哦。我食人家食到冇辦啲咧，你看。你看，記得你燉口水。真經非常高哦。不過哈，來到哈那個我們的屏東哈，聽說係豬腳，對不對？豬腳那個板條哈，強下來食，也叫來食看哦。好，啲都已經撈到膠質，全部已經走出來，嗰個攞杯真係車車嘅，好好吃啊！有啲因為驚個豬腳哈會凍油，不過一鋪頭完全唔會油啊，佢冇個辣度哈，有辣油，好好吃。啊，板條咪凍油，用酸體為辣嘅，酸體為香味。從針對位，一條米子啦，吼，睇起來都只講來到屏東啊，一聽我食下豬腳，啊唔過也冇咁樣哦，但係老哥和婆哥真嘅都好食。好，有整雞你知道嘞？味道很獨特，跟外面吃的不一樣哎。段英先生，你知道嘞？我知道咩鬼好食？天菜食的是要用滷的，啊單調。天菜嗰啲食就袂合味。我就佢用破鬼料。哦，現在風平檔吼，大家都用點名這道菜。今天是很光明正大的把金吉帶出來，要不然如果一般的偷偷摸摸，不是一般的美食節目的話，會來一個秘密武器。
所以我们今天的光明正大的秘密武器就是我们的荆棘哦，它可以入菜当饮料，甚至呢做一些凉拌啊。记得金杯线的结晶哈，除了哈系客家进行之外哦，然后解油其实很重要一个关键，所以等下哦，尽量认真来看一下两位师傅都在营养班的评分哦。好，紧张的时间又到位哦，正经当紧张，相信呢每一天哦都难评。先来抢一下准评师傅抢分数。蓝翠2分的，大家来看一下啊，放过，你是蓝翠。你们不要瞧不起饭汤哦！你看着我们端音老师讲，每两篇认真做到动好事，但是政策下头了，譬如话讲的叫伊处理咧基种，伊现实板条后有配咧主角，后有个酸酸甜甜为解腻，然后因头上之后，好多增加到一点点了因咧，你下问阿凤哥来讲看，有某本风水吼，我想法系讲吼。其实你话甲樱花虾摸炒出香味咯，摸是唔是加个樱花香，佢的胸部的整体感是冻好是冻甜，啊，毋过是会甲炒到正炒到甲樱花虾去炒的时节，可能系摸炒到佢香味出咯。好，啊，我无本个难对，我想法系讲吼，甲鸡酱啊本来是湿度有一点酸，啊，毋过。旁边有吃到，甲主角吃到有味道有如何？好了，其实呢，今日的比赛哦，正经你懂幸福啦吼，比赛成绩已经出来了，马上就要颁奖喽！耶耶！好，今日的比赛呢，食材还懂精彩哦。你看两组的表现，不光还挑战，有挑战的是料理红绿灯，把最本名拿出本来了，都得4分的精彩。恭喜蓝翠得到3分，凤翠得到1分。哦，大家来看一下，蓝翠今日得到是3000克的加菜金，羡慕羡慕。哎，你喊得了1年来100果品 T K 鼓手，你下个礼物要当毛球用按照雪花精的哦，韩国组拿着伊啊，好好的来煮下个饭头。哇！谢谢。真的超棒的。看起来是动好看。那当初不会当成这破主角哦。哦，真叫好好来问一下吼，今日阿姐带来动厉害嘅料理，韩国好来到果品提起哦，韩做对糖度当圈嘅材料强哦。我感谢你老大家分享下今日参加感想。大家好，当欢喜啊，来到今日一家之主的洛阳哈，来点咩好多当多东西。有2位师傅哈，主持人有按酱，谁来按盐刀？哦，熟悉的咱内部先来台姐，哦，大家力量，哦，咧节目当好，看到当到，按伊唔是仲系饭汤，仲系40人嘅唔是个，按好食的饭汤嘅，家人的饭汤真是，哦，当好食，来到冲几俩6堆，哦，当到好料的所多，值得大家同花来聊，各位欢喜，今边本来有咁嘅机会来大学习啦，哦。求进步，交朋友，哦，预祝安南一家之主节目哈长红，哦，恭喜恭喜，谢谢。应该下个有望还有比比啵啵哈，应该会红，应该会，一定红，你们一定长红起来。哦，阿俊基阿姐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参加的感想。很谢谢我们的电视台能够把这个 team 带到屏东，让我们介绍我们在地的。美食啦，还有我们的农作物，非常感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摸一下我们的牛整记哦，老妈妈 Q 名哦，叫妈妈 Q 药。牛整记要不要参加新的老太茶讲一下？我歡喜參加一個錄影，多謝大家，謝謝。那等一記要不吼，所有嘅主廚地都，連春梅基督講你係最厲害嘅哦。要不要參加新的老太茶講一下？要不要來參加一個一家之主？哈，感覺到quite歡喜。年紀按台灣有機會來參加，感謝大家。好。哎呀，跟你就按想下，根本你老有当充实人哋嘅節目，當做佢就即刻先來化妝誒，做要講嘅衫，佢還做講嘅係，亦當很認真的對待我們節目，很重視這個節目。對，所以你咪當感謝你，喊你跑過來哦。好。好。一家之主呢最歡喜嘅就講，你不過去到哪道味啊？吼，睇起來都難你，當做係不看人去按想下，你們要叫下來哦。係啊，特別記得哦，感謝製作單位哦，其實哦，我哋要講個感謝記得講，比如講禮拜主題哦，食材流對哈，我們只可以吃到在地的食物，也係真件幸福嘅事情。所以今天非常歡迎所有嘅朋友繼續來報名參加哦。
一家之主，黑讲你想要安利到哪地方去发咩做蓝利讲哦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